如果你係零經驗、零資金嘅話，可以點樣創業呢？得來 Grace 接觸網絡創業都5年啦，呢幾年接觸上千個個案，幫助大家增加曝光、提升收入。喺呢度我分享下一個最終極可以唔需要成本、唔需要任何風險就可以開始賺錢嘅一個方式，就去槓桿啦。嗱，槓桿唔係叫你借錢啊，而係槓桿人哋有嘅資源。如果你手上冇貨品，你可以賣人哋嘅貨。做法就係首先自己做起流量。例如你想買一樣貨品，你只需要睇下坊間有邊啲鋪頭或者有邊啲直播主佢哋賣緊嘅一個產品，我可以試下幫你賣呢一個產品。當然你啱啱起步，可能你個分潤就會比較少啲啦。但對於商家嚟講，佢完全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就有人可以幫佢賣嘢，就可以分成，何樂而不為呢？咁為咗賣呢件貨品，你就可以開始做流量啦。譬如佢係健康食品，你要賣一個健康食品，你點樣去做流量呢？有咗呢個目標，你就開始去營運你嘅 IG 平台，你開始做流量。流量做起咗之後，你就有壓力去同人傾更高嘅抽成。更多嘅流量之後，你除咗賣一種貨，你仲可以賣2種貨、3種貨，而最後你就可以賣自己嘅貨。想了解更多點樣去打造流量變現，下面留言了解更多。